遊行喺下晝3點鐘開始，由中環遮打道遊行去中聯辦。有參與遊行嘅市民擔心梁振英上任之後會重推23條，希望用腳步以示反對23條立法。何海玲報導。反對西環治港！反對西環治港！大批示威者喺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集合，高呼同一個訴求。抗議中聯辦治港，捍衛一國兩制，捍衛一國兩制。遊行隊伍以一張豺狼海報帶頭，矛頭直指後任特首梁振英。大話精！不滿佢靠中聯辦拉票。我哋係反對中聯辦佢喺今次特首選舉裏邊呢，就係大幅度咁介入啦。譬如佢係恐嚇一啲選委啊嗰啲咁咧，令到佢哋改變佢哋嘅初衷啊，就違反咗我哋廣大市民嘅民意咯。示威人士悉心打扮，佢哋戴上紅頭巾。我哋小紅帽，我哋唔要豺狼食咗我哋要普選，我哋要自由，我哋要言論自由。喺人群中出現咗另一個梁振英。我即係暗示佢係地下共產黨啦，佢唔認啫嘛。我叫佢上場之後咧，佢小心我哋嘅香港嘅民情，即係要聆聽我哋嘅民意。梁振英未上場，但有市民已經擔心香港嘅民主自由倒退，尤其係會重推23條。我哋唔希望有鎮壓、有踐踏我哋民主自由。我哋希望我哋以坦克去抗議政府。我哋唔希望我哋民主被踐踏。我哋希望要真普選。佢就蒙住眼嚟遊行。我真係見唔到我嘅未來喺邊喎，香港未來我真係唔見到。沿途秩序大致良好，除咗係警方加派咗人手監察之外，民陣亦都派出咗糾察隊，沿途維持秩序。遊行隊伍用咗1個多小時抵達西環嘅中聯辦，警方喺該處加重警力，嚴密布防。示威者踏過豺狼海報，象徵撕破假面具，讓港人當家作主。Now 寬頻電視記者何海玲報導。